各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综艺圈阿群妹。今日啊，阿群妹要同大家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啦！好听也客家音乐，好听好音乐嘅观众朋友，大家要来好好注意哦，因为啊有一场也真好听、真豪华阵容嘅也音乐会，要同大家来小嘅，佢按到小门客場學出來。可能大家一下唔了解，也係乜嘅意思。不過等下會好好來同大家來小嘅。係講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對也好聽嘅音樂，尤其係客家音樂有興趣嘅話，真係我來好好注意啊！先來細細嘅分享，今日節目地都邀請到嘅來賓，真係真冇簡單咯。先來分享下華人作曲家協會嘅主席蘇凡玲教授，分享教授。大家好，我係蘇凡玲，我當歡喜咯，大家見面。哦，分享教授來到節目當中來分享哦。韓國唔單止一位，還有另外一位咩強動厲害嘅係啊文化大學音樂學系嘅主任來分享李文慈教授分享。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李文慈，當歡喜來到福起來嘅節目，讓大家來小見我哋嘅音樂會。哇，真係真冇簡單，都冇簡單嗬！邀請到兩位都按腔啲啊音樂嘅，全部就一定有成就嘅兩位，而且都輕鬆有度係寫乜嘢，對不對？因為對，我們今天是女強人狀態，要同大家來好好分享一下。其實入擺嘅音樂會按到小門客場學出來啲啊，10月18號晏晡頭7點半啲啊，國家音樂堂就會來演出。一場音樂會前提片係由華人作曲家協會來主辦嘅，錯冇？其實華人作曲家協會前久冇喺台灣來表演嘅，錯冇？該擺係2019年。哦，2019年。5年前。嘅前久當久以前咧。哦，故所也擺來舉辦咁樣嘅音樂會，先來詢問一下華人作曲家協會。一個組織，一個協會係樣辦嘅一個協會，請告訴同大家分享一下。係到2002年到香港成立。香港哦，係一群對詞嘅全世界嘅什麼樣作曲家？華人嘅什麼樣作曲家？哇！係，該作曲家呢？當日創會嘅主席係王強。其實咁講，因為什麼樣是年日當好，所以成立兩個樂團。兩樂團呢，都該世界做成當然是有表演。嘿，因為是當有能力、當強嘅什麼樣協會。嘿，啱個特別為啊，什麼人辦呢個協會？係唔係因為啊，什麼人其實愛顧家庭啊，愛顧動到事情啊，喺愛做音樂係一件艱難嘅事情。係，嘅周先頭愛顧愛上課，愛寫曲，阿母頭愛煮飯，所以愛照顧不下，所以該是當辛苦嘅咧，厲害嘅作曲家，什麼樣作曲家？所以呢個協會，呢個組織，係唔係就上愛本呢啲什麼人嘅作曲家有一個素材做得表現，做得發表佢哋嘅音樂。成立嘅目的是為到全世界有地方做得表演，發表自家嘅作品。所以呢個成立嘅目的，所以兩擺長到台北。因為咧國家音樂廳，係有得發表嘅機會。係，其實對一個作曲家來講，發表嘅嗰個時間，就係佢哋覺得超有成就感嘅時間，錯冇？係錯，該平常嗬寫曲寫嗬，真的是當辛苦，上到頭腦是上到會白鐵。我閒息嘅時間要學個鋼琴，我想上到我練鋼琴按辛苦，我就會開始想，我主持也是我啲做功課嘅時間，我就啲個想，
也着作曲家，也着爱头前个教师，也着伫个写曲的世界，也着爱写按度谱、按度乐器，甚至也着旋律、节奏，也着全部会按用写出来。嘿，我练一只钢琴，我就动唔了诶。故说做得有按用嘅演出，有这么完整的阵容嘅演出，大家真然我来好好把握也把嘅机会，从冇小门下全学出来呀。深夜18号底下国家音乐厅，人家做得看得到呀天师蛋糕嘅海报，真然带下。全部都会写模拟，我们的女力很坚强，对不对？大家都via 在演出来发挥动作嘅心力、心思，对，就会希望大家好好把握也把演出的机会哦。故说今日嘅节目都有请到两位教师，真件真无简单，来请两位教师来分享一下，然后就自家从小到大，希用办来接触音乐，还个用嘅继续来发展音乐也嘅事业，还个甚至伫啊全世界嘅舞台都有人哋嘅作品，都当人都当欣赏人哋嘅作品来同大家来分享一下，好冇？即系爱弹人哋弹钢琴。弹到也还冇啲嘅弹呢，所以我很倾慕两位老师，像两位教授同大家来分享一下。做得。我是4年生小学学钢琴，到尾读嘅新竹师专。我是对音乐动有兴趣，我家下是动3万。一切都当有兴趣，都该做个音乐，到尾就通杨兆珍老师来学和声学，所以钢琴都和声都做曲，毕业有到其他的线上学，是到尾又去维也纳留学转来。哇，这是因为我哋其实暑教书系全世界来讲，算系有总前期嘅4万年嘅作曲家，4万年嘅作曲家其实真件清辛苦从冇。你知道一开始啲要做作曲嘅时间，有遇到挺困难的事情冇？家下迄西来尔动作，西来尔琴道，西来尔作曲家动作，你个舞台是本西来尔种个老师辈的，到尾你当3万，到吕老师专门写曲，发表，长有了厉害安样的清新。韩国甚至还后面有青岛某腔的作品，像很多跨界的作品啊，有像是某听说嘿音乐非你做的唐豆老师的作品，你可能底下某个时尚秀，你可能没做一看得到唐叶豆老师的作品，从某会有这样的跨界结合。我有写本林昭亮他还是佢系小提琴家，佢嘛系夯音1/4呢。佢我写本佢嘅系你讲打式，打式舞狮，你也学本打式，客家式，还有讲个名凤心。凤心落落嘅只凤心，凤心，佢一张独奏老弦乐团，就来啦。还有我想跨界的萧如松，跨界就是萧如松那个画，我把那个画呢来做成音乐，做的，做的。韩国还有他的画呈现，下面的那个乐团在那边表演。就是配合着画，哇，好厉害哦！真係動腔，韓國唔單唱能夠一位李文慈教授咩強用哦，李文慈教授來同大家來分享一下，你從細係用白來接觸音樂也得2年，然後變到按專業。因為我不看吼，我從細時間呢有一隻傳統，所以細妹呢愛學音樂，細來呢愛去醫學院做醫生，故所呢我離母又當到音樂家，出道到音樂家。我6歲時間，我爸爸呢做本藝啦，我老妹我哋就開始學鋼琴，我啟蒙老師呢係歌劇教父。
曾道雄老师的补娘陈素贞老师啊，就一出学到要考大学，考大学的时节，我就考到东吴大学伫外双溪音乐呢。不过这样子呢，我最尾的就是钢琴，啊，过尾弹长笛，故说我最用长笛呢。来做到我主业的主修主业的乐器去考东吴大学。不过还有一样事情呢，去帮助我后来呢下曲的呢变到当组织力还有逻辑力呢较好的，就是我从小呢当好作文，本来我体育之前呢学个中文呢，想要做作家，无想讲要做一只作曲家。我说我都一年省太一的时间，大二的时候，我做读东啊老师潘黄龙教授，苏老师的老师，伫德国转来，啊，其中前面啥无学过作曲的学生诶，啊，我做编到教学生诶，故说我做到我主修呢。编到作曲，样开始我作曲的生涯。啊，后来我毕业以后，无想到去国外哦，我就先教书伫光仁小学音乐班哈，教书教了4年以后，我说我去年较大的时间再去美国读书，再进修。哇，真个我头两位老师、两位教授的经验，我就知道哇，真无简单。大家都也音乐方面嘅理想、老人生係一模共樣哦。啊，唔過也下適合嘅啊兩位教授嘅專業，愛來有一場安精彩嘅音樂會，小門客從何處來？還有當中內容愛同大家來分享哦。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進到節目當中。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鍾意權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愛同大家來分享一場真精彩、陣容非常豪華嘅音樂會哦。很多小門客場號出來，乜個時間哦？係啲啊10月18號按晡頭7點半啲啊國家音樂堂。你看到你做的看到按精彩嘅表演，按到專業嘅作曲家，還有呀啲啊清好嘅場。我來演出也按精彩嘅音樂會，夾去買票，希望祝福唔差你哦。韓國人今日嘅節目當中啊，咩邀請到呀兩位專業嘅教授，誒，蘇範麗教授，誒，李文慈教授來到節目當中，我來好好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先來講一下一擺嘅演出啊，小門客從何處來？其實人家還沒有講到，也係反映作曲家協會其實。千久誒，總算又到台灣又來主辦的一場嘅音樂會，也擺按到小門客從何處來，做乜嘅會按一個主題，會用一個名嘅呢？一個名讀給賀知章的飛翔鳥樹，你會念冇？小小離家老太飛，鄉音無改變無衰。兒童相見不相識，小門客從何處來？同冇？同好，同好。按一擺嘅音樂會做嘛，該會按一怎樣？客家委員會來補助我們，委託我們創作。那呢，我想了解客家嘅意思。笑問客從客，就是客家。嘛係同樣的意思，因為客人係都中原一直搬過來的，所以呢，用這個名字也可以表現我們的客家人的辛苦，還有呢，客就是客家，那所以用這個詞呢，我是做一張。少小離家老大回哦，一條歌誒，我說少小離家老大回。因為少小離家老大回，真的是老大的時候回來，代表我現在的心情。
有去到按到世界各地大变过后，是，再个转到来，是自家嘅土地。对，那笑问客从何处来？其实是先人的问一个长者，你那一所以边这个量长就对应的关系。哦，原来这也是先人呢，也等于就是我讲我的曲子哈，少小离家，我就用3个景。哦，一个景就是年轻的时候出外打拼，那呢到了第2个景的时候呢，就是他呢在外面的奇遇，在外面世界，还有思乡，再来第3部曲就是回到家乡，老大回就是这个意思。转来耶，那想问老师，你想要呈现安样嘅冇穷样嘅人生嘅也條嘅見過吼，也條歌曲人嘅小小離家老太妃了條音樂，係用乜嘅編制，係用哪條樂器來呈現？我哋是用那個大提琴，用大提琴然後管弦樂團。大提琴是等於獨奏。唔過我用嘅係林落嘅一隻催眠曲。催眠曲嘅一片段，一小片段。对。那把它拿來發展，結合也有跨界的元素。那用嘅係古代嘅，韓國現代嘅，韓國有當多嘅情感，不用當嘅。其實催眠曲就係按頭擺尾有喊做搖兒歌嘛，嘅條歌曲係屏東林落青東東人都有啲嘅唱嘅呀，MC 啊嗌水母嘅嗰種歌謠，媽媽會唱呀，講阿婆會唱嘅呀條歌曲。你會唱？我會唱一點。噠噠噠噠噠对不对？转音很多，好紧张哦！我没有准备，没有练习。懂好。对，我说像亚白嘅音樂會，其實有大多數歌曲都係像按樣，有一條傳統嘅客家歌曲，冇就大家有聽過嘅客家歌曲，韓國取材自呀一滴滴嘞，再個變做一個新嘅演奏的歌曲，對不對？有。這是刻意調試嘅按樣設計。我挑了幾首，本嘅作曲家選出來呢。要不要作曲家？嘿，你按到作曲家，特啥子冇重要。其他的有啲人應該咩唔咩行人？其實我嘅人，我嘅人當然冇聽過一條歌曲。我記得其他係會看中文。看歌詞。有的唔會講中文。哇！嗰首其他條真係係用其他條嘅專業彈嘅客家歌，本其他條有創作嘅按樣嘅靈感。哇！所以佢係用客家歌曲來做，也從小門客上好出來嘅音樂嘅核心。創作的核心來創作的，用一小片段，但是延伸到自己自己的作品，延伸到自己的作品想法。創意對，就像家下那個蘇教授有同大家來分享，用聯絡嘅這樣子的催眠曲，為做的做出一首很多小小離家老太妃按用講嘅青島人生故事嘅歌曲。嗰首我咪請小愛來問一下李教授沒有寫也擺演出嘅歌曲錯冇？同大家分享一下你嘅作品。要不寫曲嘅名嘅很多山城故事，跟山城就會講，其實是講苗栗，因為我寫時間呢有啲苗栗係過2年，嗰時候我學發出嘅2年呢，會開始學習，跟山城故事呢就用按樣嘅背景，國家蘇教授有講嚇，就選一條很多老腔山歌、老腔山歌，用佢嘅旋律哈，下山城的那個描繪，我一開始聽團哈，當也有一隻故事以後寫出來，每嘢咩係一隻五星的作曲家，我就寫好前面呢30
小节，我就问佢讲，唔看啊，我一段吼，唔出看啊，我表现乜嘅，佢就讲，我佢團看啊，就佢就等於是我第一隻觀眾，我佢看嘅，用看嘅，用看嘅，佢講，哦，我一當初吼，睇日頭，我出門，我講，哎呦。剛才成功咧，好，我好好奇哦。對呀，做一種對音樂的一種了解哈。啊，我就當聽，我就想哦，哎呦，我就成功誒，因為佢看呢，不出現失敗，比我曲嘅地步，8分鐘嘅曲誒，不出現失敗。啊，開始我用一種那手把，有點像那個行人的木手把東西，啊，上面都鏘，有點對，鏘，有點。客家人嘅嘅鬧熱嘅嘅聲音嚇，咁樣做出來。啊，中間有3段，啊，第2段就唱嘢出門，可以摘茶，有點採茶歌的味道嚇，摘茶。啊，嘅旋律仲係切個寫嘅。啊，第3段呢，有係講豐收就摘茶完當聽，哦，有男女呢有唱人哋唱山歌咁樣嘅，啊，快樂嘅嗬，啊，差唔多啊，做木卡咧工作做完咧，啊，第3段呢嘅插入段嗬，就係我一隻曲嘅呢係下半長笛個管弦樂團，係一隻合作嘅曲。故所呢，嘅主奏長笛，如果有一段呢獨奏，全部係長笛嘅樂段。啊，最好笑嘅係呀，客家嘅老唱山歌呢，就3層音，拉哆咪，3個音，啊，我要寫按哆。拉咪拉哆咪哆拉，啊，又唔好彈到哦，要按無聊啊，咁樣嗬。對。故所呢，我用動腦嘅心力去寫呀8分鐘嘅曲嘅。很多的本人要看到睇呢條嘅感覺。誒，希望觀眾朋友呢，談看幽默，也係樂意。真係清爽一啲嘅，因為即係感覺就係音樂嘅魔力嘅感覺。因為像咁樣嘅山歌，尤其又講到老腔山歌，感覺就會本人吃到哦，它感覺是一個悲傷，是一個小調的感覺，嘿，感覺不是這麼開朗。但是老師，你想為老師，本期一種有出大太陽，無腔用嘅感受，甚至有節慶嘅感覺，採茶歡喜嘅感覺，到底度。哇，我覺得今日真係非常嘅難得，做得聽到2位教授來按樣輕專業，還個真係老七家寫歌曲、作曲嘅按樣嘅心得，同大家分享真係係真難得嘅經驗。大家真係要好好來把握一下，因為你係講來聽呀，小門客從何處來？你做得聽得到，真好聽嘅音樂，啊唔過你根本亦都富起來嘅，你還做得聽到作曲家寫到七家嘅作曲嘅故事，也係可能你到其他所在冇辦法聽到按詳細嘅小節，故所根本亦真係非常難得。大家要來好好把握。韓國啊，還有當到同樣音樂會有相關的資訊，我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這個進到節目當中哦。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鍾意權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小結啊，又有歡迎作曲家協會來主辦呢一場音樂會，按到小門客從何處來？第4月18號晏晡頭7點半，第國家音樂堂，真係有非常精彩嘅表演，韓國老爺客家嘅歌曲來當做一個發向創意嘅核心，啊唔過規個全部在個創作靜態嘅編織，無共用嘅演出嘅方法，韓國邀請到呀國立台灣交響樂團來演出，從冇非常非常嘅強，有按樣豪華陣容嘅演出，大家聽錯唔記得我來買票，做得上呀 OpenTix 就做得來買票哦。啊，剛剛出題又邀請到呀2位教授，好好嘅分享啲啊度嘅創作以外，其實也擺嘅演出有一首歌嘅輕鐵片。
是有请这个位呢客家女生江云玉老师、江云玉先生来演唱，错冇？来分享一下一条歌嘅运到幸福嘅美食，错冇？幸福嘅美食，係邱演都雾峰演过，给雾峰给那时候观众懂多，嘿，厉害都台北。再冲一次，再冲一遍。嘿，那是邱亦凡做的词，起码是得个当多嘅诗的奖。要不要贴片有老爷条客家的诗，韩国老爷江云玉先生嘅歌声，唱下来夹咯，也摆嘅歌单地度，个表演术歌曲，问大家来好好来享受一下就错嘅，真嘅非常的精彩，大家听错爱塞塞夹夹来买票，希望真嘅就付唔出咧。故事下来继续来问两位先生了，其实也摆嘅演出新闻下从何出来，出题全部人看到都是什么嘢，都是女力。其实我们的指挥没强用係谁啊么嘢，错冇？係咪請老師同大家來分享一下一位指揮老師？指揮范凱西，佢媽係中壢人，客家人，哇，太厲害了！韓國嘅團長劉玄勇，佢係新埔人，老外係同鄉，咩行人？嚇！新埔人咯，咩行人？江開綠。哇，原來有咁多行人。嘿，所以要做先是係行人。全部動到行人，韓國動到什麼人來有安樣嘅安精彩嘅表演。那我想我來問一下，因為頭擺印象當中，Andy 嘅學古典音樂的時候，好像啲嘅看動到作曲家。指揮家也都輕專業嘅人，輕度都係男嘅人。唔過我也按多年要來好好嘅觀察一下，以前有一啲啲咧冇強用嘅，係有按樣嘅情形錯冇？是不是真的有這個趨勢？就是性別上面的轉換。對啊，也係什麼嘅各行各業，百工百業，什麼嘅當優秀嘅做當道，有時候作曲家、指揮，全部呢當道係什麼嘅？沒強用，沒強用，嚟上嘅時代嘅改變，什麼人要做得做世代人做嘅事情，也對我哋什麼人嚟講係當好嘅一隻變化。對，就有動到做啲嶄露頭角嘅機會，就像一開始係沒有講到反映作曲家協會，其實一開始創立就係為到愛本什麼有青島嘅舞台，因為什麼人嘅專業嘅強用，按厲害，按強錯嘛，按強，係強用按強，張有也按好嘅表演，按精彩嘅表演，對，嗰時我提醒大家真緊要記得來看亞松表演來買票。啊，接下來啊，今日嘅節目就可有邀請到兩位教師。真件都係教書，有也文化大學嘅員工學內嘅主任，韓國有時係啊清華大學員工藝術學院嘅院長，新竹教育大學人文社會韓國藝術學院嘅院長。這個頭銜這麼多的獎，兩位教授啊，我也冇好讀書嘅，一隻寫阿妹嘅，我嘅一個學生嘅，今日有機會我嚟考兩位教師了。啊，老師放輕鬆啦，也係 M4嘅一個小單元，因為4來當家比較強到很多偶像啊，或者是很多專家啊，今日嘅節目當中都有搶到兩位專業嘅教師，故所我問大家一道想法嘅問題哦，本大家做得很下了解到兩位教師。啊，先問呂教授提一提，很簡單啦，你青草色內用客家菜。客家小炒，是不是很簡單？這麼個青草。我些時間我當好賺毛利，因為我加工加普通上來咩哈，就好賺毛利。啊，賺毛利呢，求咩？大家全部喺度窮下，就會做客家小炒，其實很好食哦，很香哦。跟你說咧，給炒牛味就是炒牛，對不對？炒牛哈，差一點忘了炒牛。對，你這個炒牛是不是比較湯水水的？唔會哦，唔會是比較乾的。苗栗咧，以前老一下人啲台北啦，一啲嚟食啲炒牛冇強樣，冇強樣對不對？佢咪做會當到啲哦，較糟又鹹哦，啊又當到嘅安樣講
会那个花枝，用诶哈，当多，啊又当个皮猪肉，啊因为遐人像无较健康咩哈，草肉无皮猪肉唔好食。哦，我还有那个九层塔跟那个七叶草，嘛个，对，就当好食。古手，你看那个低美丽生发的个记忆，还有美食，都还是在老师的脑袋里哈。对，上咧都咧一直山上的记忆，然后当快乐的童年哈。所以再把它放在音乐里面。对，然后吃的东西面，迄吃到一些时间吃的东西，很美好的回忆。对，真嘅。嘅，来我们数高数了哦，数高数青口水的客家菜系乜嘅？孔玉脚下边迄泡菜。哦，泡菜啊，泡菜。干什么嘅？孔玉泡菜。那个梅干扣肉那一种。梅干扣肉。哦，好吃。好吃。都在帮3碗饭系嘛？那个我还要特地去新竹买。还要会新做个七家乡的张抽，对不对？米西张抽，张后生。好，那接下来我要再问跟音乐有关的问题哦，因为我想两位高速都系创作都会作曲家，当到作曲家也得创作者，也得艺术家，都会有灵感，这样做得创作，也得啲乜嘅素材就会非常的有灵感，也系讲做乜嘅事情会非常的有灵感。吕教授，对我来讲哈，因为他作曲就变到当习惯的事情。有时候呢，我作曲最简单，就一支笔一张纸，一支笔一张纸。当朝的咖啡厅啊，我们做的传统啊，也系我哋炒菜哈，就想到某个旋律就写下来。就说变到一种习惯。有时候无特别讲哦，当点啊，也系食酒啊，啉咖啡，这样做得写，无爱用的规矩。用同嘅上嘅无 Q 用嘅留到我心上，要同我分享一下哦。我听说会这么改，这么很有创意，灵感爆发这样子。所以某个时间、某个素材都做得。对，就变成一种习惯。习惯就错嘅，嘅数高数喏。我弹动多嘅音乐。弹音乐吼，弹拍衫又慢慢做。哦。嘿，就不爱灵感。哦。嘿，当尾呢，我知道去写起来。哦。嘿，当到古代的，我是现代的，我是流行歌。但是还系爱健康。还系爱充实要弹。那个用半音来写爱新的曲。嘿，佢唔系抄袭，而是我是想他怎么做。我的新的要怎么做？这样，因为头摆接触嘅，可能通底下烫到嘅冇用用，所以要一直更新。嘿，错。哇，所以真的是糖到两位高手吼，冇用嘅想法，对于自家创作样板怎会还有灵感？接下来我再讲问一题哦。其实两位教授就写一动作曲，呀的曲底度没有动作嘅乐器，冇用嘅乐器有像两位的专业可能是钢琴啊、长笛呀，还有写一动作本大提琴的演奏曲啊，这些管弦乐的演奏曲啊，嘅按到嘅乐器当中，两位教授知道这个轻松嘛嘅乐器，李老师，我最唱。打击乐器啊？为什么？因为有打击乐器做得有当到无穷样的零零角角哈啊，不过呢，下巴有诶当到较研发的东西，故说就像爱做人啊，有爱当日遇到的事情。哈，有当尖锐的，咩有当顺息的，哈无顺息的啊我知道打击乐器呢，就系编发当多。你选了一个很多样的。对。好，那来听听看，数高数，知道乜嘅乐器同轻松？你是爱当爱的乐器。哦，好，爱当爱的小提琴。小提琴。你改版嘛就学爱小提琴。哦，爱小提琴，我们不是矮显的，要爱小提琴。爱小提琴应讲是音乐之王，乐器之王。哦。因为它的高亢，它的怎样表现都很好。
所以我很喜欢学小提琴。要做最专业的就对了。最专业，对，最厉害的。是。故说呀，小门学上学出来，真正迄适合的，真专业。真厉害、真强的表演，爱伴大家。4月18號暗晡頭7點半伫國家音樂堂，大家千萬唔記得聽說愛去看哦。故說今日非常神夢，蘇教授、李教授、什麼兩位教授來到節目當中，安子謝謝安子謝。那神夢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共下來做運動哦。大家知道有節目好看無啊？我記得啦，我來福喜來嘅免數傾站，韓國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咪記得我來傾站聽嘅韓國影片嘅連結啦，記得我分享出去哦。